为防治天狗热，中央甲地方正共心投入天狗热的防疫以外，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的民意代表，嘛正发起媒合民间来捐赠防疫的物资。上午有着立委王定宇结合东区甲南关山的议员，媒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捐赠1000个蚊虫捕捉器，要予东区甲南关山总共105个里，希望会用个打击病媒网。母药啊啦，投灌的方式以外呢，我们今天也找到这一个是蚊虫捕捉器。这个蚊虫捕捉器呢，我们透过募集，我们先募集1000套，这1000套要提供给东区跟南关县的每一里。那我自己服务处我要先弃养鬼，这个启动之后，第一它无害，它是生物剂第二个呢，我们投入之后，伊挖吼不出气啊，没结果蚊虫明显会降低，而且蚊虫会自己飞进去自投罗网，而且飞进去的蚊虫刚好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生能迄种网啊啦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咱就是要守护咱一个安全平安的家园，互大家伫遮徛起。所以今仔非常感谢咱有安尼的活动我想这个这个应该是幼蚊的这个仪器这个器具可以说带给我们的民众很多的方便。第一个，因为咱知影喷药真侪民众会反映讲，袂歹厝内底咱着搁爱清然后喷药着搁爱互伊伫遐放1点钟种种的困扰虽然非常感谢咱的市民朋友，大家拢非常的配合，毋过感谢有安尼的捐赠，互咱有安尼的器具，会当互大家来使用定宇又号召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出钱出力，那捐赠这么多的生物剂的捕蚊器，那这个是对我们环境没有污染、没有危害，而且是纯天然的东西，那我想是相当好。那分赠到各个里的里长那边的话可以协助每一里来做一些消灭病媒蚊的工作。上午出席的包括东区的议员蔡小薇、李宗仁，还有林德桂林区的议员郑嘉欣、郭宏仪等，以及侪位的里长、东区区长、甲卫生局的副局长等。副局长黄文珍表示，因为进前蚊虫药补桶伫安南区发挥袂歹的效果，因此希望这批蚊虫捕捉桶会用伫东区甲南关线发挥同款的效益。蚊虫捕捉器那这个是在捕捉沉蚊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上个月8月份的时候，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也在我们安南区我们也在安南区那有做了就是也是我们诱杀桶那个叫做诱杀桶沉稳的一个诱杀桶那确实在我们安南区它的成效的话是有捕捉到我们一些的埃及斑蚊还有白线斑蚊那我们放的一个位置的话大部分是在室内的，它的一个成果是比较好的。这届捐赠的单位包括圣耀文教董事长王建元，还有义群医美王振坤医师。立委王定宇表示，这是第一波的捐赠，总共1000组，未来会看状况，还有第2波、第3波，希望会用将天狗热来消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